大家好，我是张楠。大家一直要着咱们防手臭的手套来了，咱们这个是天然的乳胶哈，咱这个是个强帆的安全保护手套，防滑、耐磨、舒适，还不手重哈。咱们这个手套适合咱们各种行业，不管你是搬砖的，或者是咱们搬水泥，或者是跟我一样搬砖开业的，不管你是在家种地，或者是咱们在地里铺个菜什么的哈，整个的咱们是天然乳胶的一个材质。乳胶呢是咱们手套里边最好的胶了，而且咱们这个超级柔软的，收到货如果没有这么柔软，给我退了就行了。整个的面全部是发泡的，后背呢咱们是13针几轮丝，弹性强、透气性强、舒适性强。手腕呢咱们是加长的，直接给咱们护腕的。夏天来了，大家如果说戴上咱们这个手套，出现咱们手臭的问题，直接给我退款就行了。运费险我给咱们送了3个月的月费险时效，而且咱们这个可以2次清洗，比如说咱们用脏了，可以用洗衣机清洗，清洗完了继续用没有问题。现货现发，咱们这一包是10副，2包是20副，5包就是90副。如果用的多的家人们，咱们直接开5包就行了。回邮到家，带个月费险，7天无理由，提前发货。